Hi，呢本書叫《被討厭的勇氣2部曲完結篇：人生的幸福行動指南》，作者岸見一郎、古賀史健。古賀史健係書入邊嘅教育工作者，佢嚟再一次請教岸見一郎關於阿德勒心理學嘅一啲嘅知識，集中探討點樣喺教育界嗰度應用到呢一個阿德勒心理學。呢本書所謂人生幸福嘅行動指南真係講得冇錯。呢本書更加喺日常生活入邊研究點樣係可以實踐呢個阿德勒心理學，要點樣走上幸福嘅路，亦都係阿德勒所歸納出嘅結論。為咗幸福，人人都必須要做出人生最重要嘅抉擇，究竟係啲乜嘢？首先佢講出哲學家同埋宗教之間嘅分別。人為咗探究真理，就好似喺一間冇黑嘅房間入邊，攞住支長竹竿，不斷咁樣向前行。喺呢個向前行嘅過程，不斷會自問自答，就係咁樣一心一意咁呢，喺呢一條冇黑嘅路入邊呢，不停向前行，不停咁樣自問自答。有陣時喺黑暗入邊，我哋慢慢聽到自己入邊嘅聲音，就會話俾自己知冇噶啦，你就算再向前行，咩都冇噶啦，呢度就係真理。於是就會有人停下腳步，然之後就咁跳喺呢個狀況。當你停下腳步要跳落去嘅時候，呢個就係宗教。因為宗教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我哋就係投靠宗教，佢話俾我哋知乜嘢係真理。而哲學家就係追求智慧嘅人，不斷思考自己、思考他人、思考呢個世界，永遠都話俾自己知我有好多我係唔知道。喺呢個阿德勒心理學入面，我哋先從孩童嘅階段講起。我哋喺 BB 嘅時候，每一個人毫不例外，每一個人都懷有自卑感，因為我哋身體嘅發展比心靈係會慢。人類諗嘢好叻，但係身體嘅發展追唔上。每個做過細路嘅都會見到大人做到嘅嘢，佢當時做唔到，從而產生咗落差，產生咗自卑感，體會到自己唔係一個完美嘅孩子，理論上係必定會有自卑感。自卑感係能夠成為之後努力同埋成長嘅催化劑。同時我哋要明白，無論你出生喺咩層面，你都會有一個自卑感嘅狀況。喺自然界入面，人類天生冇甲殼，好多時候我哋都需要分工合作，我哋先至可以順利咁活喺呢個世界上面。例如我需要做一個弓箭，當然獨立係可以完成一個弓箭啦，但係效率好低。我哋就需要分工合作。當每個人分工做佢所擅長嘅部分，咁我哋做出嚟嘅弓箭就會係最好嘅弓箭，而且效率亦都會最大。而且人類亦都為咗生存而工作，為咗分工合作而形成咗社會。社會入面亦都出現咗人際關係，因此人類係冇辦法獨自咁樣存活，所以我哋應該要合作、工作同埋貢獻。為咗分工合作，我哋需要彼此之間有信用，亦都必須相信他人，呢個就係我哋嘅人生任務。當我哋必須活喺一個社會入邊嘅時候，咁就出現咗唔同嘅關係，有工作嘅關係、交友嘅關係同埋愛嘅關係。喺我哋人類入面，所有嘅煩惱都係人際關係嘅煩惱，而所有嘅喜悅都係來源於人際關係。如果宇宙只係得你一個人，根本就唔會有啲咩煩惱，亦都唔會有啲咩喜悅。既然喺人際關係入邊又有喜悅又有煩惱，我哋就應該要正面咁迎接我哋嘅人生任務。頭先我哋講咗，每個人出世都會自帶自卑，個個都想可以喺呢份自卑感入邊可以突圍而出，等人哋可以看高自己一線。而且無論學校同社會都會形成一個競爭嘅環境，好容易視另一個人係競爭對手，係壞人。喺呢個競爭嘅生活形態入面，就會出現咗謀略，出現咗一啲不當嘅行為。呢個就係縱向嘅競爭環境。我諗點樣係可以努力向上爬，點樣努力係可以勝過他人。而阿德勒推崇嘅呢，就係橫向關係嘅合作法則。喺呢個法則入邊，冇優勝劣汰。每個人之間即使有知識、經驗同埋能力上嘅差異都冇所謂，唔關乎學業成績，所有人都係對等嘅。而且正係因為同他人合作，先至有創造共同體嘅意義。就好似我呢個圖表入邊，就算唔同嘅工作性質，大家只要各自喺呢個自己嘅位置入邊作出貢獻，咁我哋呢個社會先至會係一個共同嘅社會。就好似一鬥螞蟻入邊有分兵蟻、工蟻、蟻后，佢哋各自堅守自己嘅位置，同時亦都相信唔同嘅蟻嘅位置都會堅守佢哋嘅崗位，作出佢哋最大嘅貢獻。佢哋冇需要比較。
只要企返喺佢哋自己嘅位置，作出自己最大嘅貢獻，咁佢哋就會攞到佢嘅幸福感。所以我哋嘅人生任務就係要喺返自己嘅位置作出最大嘅貢獻，同時亦都相信我哋身邊嘅夥伴，尊重我哋身邊嘅夥伴。所謂嘅尊重就係如實咁樣看待他人，就算佢係小朋友都如實看待，可以了解他人嘅存在係獨一無二嘅能力。對於他人係如實咁樣成長，發展佢自己嘅模樣嘅一種用心嘅觀照，如實咁樣認同對方有佢嘅樣貌，尊重對方佢嘅自己本有嘅價值，亦都更進一步點樣協助對方咧可以成長同埋發展。呢個就係尊敬。如果你企圖操控他人、糾正他人嘅態度，一啲尊敬嘅意思都冇。少咗尊敬就唔會有產生良好嘅關係，言語上亦都冇辦法溝通。我哋呢可以帶佢去水邊，但係我哋唔可以逼佢飲水。尊敬就好似投球一樣，首先你有尊敬嘅球拋出去，你先至會有尊敬嘅球拋返嚟。如果你根本就冇球拋出去，咁亦都唔會有球拋返返嚟。用佢嘅心去感受，我哋冇辦法逃離主觀，因為每個人都活喺自己嘅bubble，自己嘅主觀世界入邊，但係我哋可以想像映入佢眼中嘅事物，聽佢耳中嘅聲音，呢個就係同理心，係一種陪伴他人嘅手段同埋態度。我哋可以培養出呢個能力，學習以一個對等嘅關係去對待。當你做到真正嘅信任，無論佢係咪喺你面前講緊大話，你都完全信任佢。當你做到真正嘅信任，其實係具有徹底主動嘅影響力。對方相唔相信我係對方嘅自由，而我能夠做到嘅，無論佢點樣，我都相信佢。無論對方要唔要相信我，我都相信佢。相信呢一個喺眼前你冇辦法了解嘅他人，呢個就係信任。人類就係因為彼此之間冇辦法心意相通，所以只能夠相信。呢個就係阿德勒提出嘅，我哋要有相信人類嘅勇氣。首先對眼前嘅人寄予信任，同眼前嘅人成為夥伴，累積咗微小嘅信任之後，世界就可以一日世界和平。身為全部人嘅一部分，就係自己踏出最初嘅一步。首先由我哋出世嘅我，到我哋揾到我哋嘅另一半，同佢成為我們，然之後再慢慢擴大呢個圈子，將由分拆到去我們，去呢一個共同體嘅社會。我明呢個世界唔係咁樣教我哋，睇好多東張西望，睇好多警訊都話俾我哋知呢個世界有壞人，我哋要提防。但係喺呢個世界上面，提防嘅心係會傳染，膽小懦弱嘅心係會傳染，勇氣都會傳染，尊敬亦都會傳染。只要我哋一點一點擴大自己尊敬同埋勇氣，我哋世界和平就會近一步。先由自己出發。喺人嘅價值入邊，唔係以你從事啲咩工作嚟到去判斷，係由你對嗰份工作採取啲咩態度，包括誠實坦率嘅態度同埋對工作採取嘅態度嚟到去決定嘅。當喺我哋自己嘅領域入邊做好我哋自己，我哋就可以有利益自己，亦都利益他人嘅狀況。我哋就係貢獻，無論什麼工作，我哋就喺呢份貢獻感入邊獲得幸福。喺呢份幸福感入邊，亦都可以重獲我哋嘅歸屬感，就可以同時治癒我哋細教嘅時候嘅自卑感。咁我哋嘅內心就唔需要他人嘅認同、他人嘅讚美，我哋就可以自己成長、自己自立、自己認可自己嘅能力，咁先為之成熟。阿德勒都講過，所有我哋嘅喜悅同埋煩惱都源自於人際關係。咁我哋已經講咗喜悅嘅部分點樣可以得到，同時我哋要講一講點樣可以避免踩雷去我哋嘅煩惱。喺人際關係入面，我哋要學識同其他人課題分離。我哋要諗一諗呢件事最後嘅結果係由邊一個人嚟承受。我哋自己嘅課題並唔係為咗滿足他人嘅期望而活嘅。亦都唔好去怕人哋嘅眼光，亦都冇必要在意人哋嘅評價，亦都唔需要尋求他人嘅認同。我哋只要選擇自己最好嗰條路就可以啦。至於他人嘅課題，別人亦都唔係為咗滿足我出現而活嘅。我哋唔可以介入他人嘅課題，亦都唔好俾他人干涉自己嘅課題。只需要各自喺自己嘅領域入面發光發亮就已經足夠。至於隔離網嘅事情，我哋需要課題分離。喺教育方面，阿德勒禁止賞罰，
斷言係唔可以鬧，亦都唔可以讚，主張互相尊重。喺教室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孩子唔係殘酷，只係唔知道生命嘅價值，仲有佢嘅痛苦。大人要做嘅唔係鬧佢，而係教導佢，唔係情緒性嘅，亦都唔係大聲鬧佢，而係用理性嘅説法。如果佢明知故犯，就同心理因素嘅操控人類脫罪嘅行為有關。大人覺得言語同埋學生溝通好麻煩，所以想盡辦法想佢屈服，所以就鬧佢。呢個係大人情緒化嘅表現。大人應該放棄咗好似法官一樣嘅立場。我哋係冇審判他人嘅特權，因為阿德勒主張我哋係要自己認可到自己先至為之自立。如果下下靠住人哋嘅稱讚係永無止境嘅，咁佢哋內在就唔能夠自立。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佢都會喺度追求更加多嘅讚，繼續依賴咗呢一個處境，過着永遠追求、永遠都得唔到滿足嘅人生。佢要學識憑住自己嘅意思達到自我認同，我嘅價值係由我自己決定，咁先叫做自立。要身為普通人嘅勇氣，安於自己嘅樣貌，就算你唔係啲咩特別嘅人物，亦都唔係特別叻，你嘅位置仍然係喺呢一度，你都認可你自己，睇見接受自己嘅平凡，屬於其他大多數人嘅自己，成為普通一啲都可以。呢一個個人嘅特質唔係將價值定位同其他人嘅唔同，而係價值放返喺自我認同入面。無奈喺呢個社會，大人係好驚細路仔去自立，因為佢希望細路仔係可以依賴佢，因為會影響大人嘅權力同埋威信，同時亦都害怕孩子犯錯，大人又要負責任，就係咁，所以選擇支配孩子，唔允許孩子冒險。講到尾就係想自己明哲保身。教育工作者最大嘅目標應該放喺孩子點樣係可以能夠自立，尊重孩子嘅決定，從旁協助，等佢哋知道你隨時都準備會提供協助，保持一種唔靠近，繼續協助佢嘅距離，一直守候住佢。喺唔稱讚、唔讚賞嘅狀況之下，純然關注佢所關注緊嘅嘢，純然關注佢所在意嘅事。多時候大人都未具有幸福嘅勇氣。大人都唔係為咗想拯救孩子，事實上係想透過孩子拯救自己，等自己可以得到救贖，亦都係自己扮演住救世主嘅角色。事實上，好多大人內在嘅自卑感，想要優越嘅情結嘅形態，好多大人自己內在都未能夠自立。頭先講嘅關注佢所關注嘅事，咁就係可以藉住呢一啲嘅方法，呢啲交友，用學習，用他人嘅眼睛去睇，用佢嘅耳朵去聽，用佢嘅心去感受。對於我哋嘅過去，弗洛伊德就主張去療癒過往嘅傷痛，能夠獲得醫治，我哋就會有一個正確嘅人生。但係我更加相信阿德勒嘅講法。阿德勒話：我哋並唔受到過往發生嘅事情所支配，我哋係藉住點樣定義呢一刻嘅事情去決定自己嘅人生。無論咩時候，我都要能夠決定自己活在當下嘅自己。我哋因為回顧而感恩，亦都係因為我哋而家自己感到滿意。我哋會因為回顧而憤怒，係因為我哋對自己唔滿意。我哋嘅世界裏面根本就唔存在所謂真正嘅過去，實際上係由你現在嘅決定咗過去嘅。所有嘢都係你點樣定義嘅啫。如果你覺得自己可憐，就係因為嗰段包裝嘅不幸之下嘅過往，正係佢所需要嘅。所以過往係點，而影響你未來係點樣行呢？係純粹係睇你自己點樣定義。對於過去嘅事情，不外乎都會不停喺度提及可惡嘅佢同埋可憐嘅我。但係阿德勒提出應該好似一隻三角柱咁樣，我哋會睇到兩面，但係第三面呢，就係由明天開始嘅每一天，我哋應該點樣改變，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件事。着重點不斷提過去嘅我、可憐嘅我、可惡嘅佢係冇意義嘅。我哋反而就係要另一另我哋睇唔到嘅着另一面，就係點樣去過好之後嘅日子。呢一面先至係可以改變嘅部分。同時，阿德勒都有提及愛情。佢話動物性慾嘅愛呢，即係想要得到、擁有、征服，本質上就同物慾係一樣嘅。而人類嘅愛呢，就係結婚之後兩個人建構出一個不可分嘅我們嘅幸福，兩個人共同完成嘅課題。
唔係由我，亦都唔係你，係我們。當你認識到真正嘅愛嘅時候，曾經嘅人生主持就會變成我們。愛就係咁樣解放出嚟，唔係等待命運安排去愛，而係按照自己嘅意願去愛，擁有自己嘅愛。你愛嗰個人，唔關對方有啲咩想法，你只係要去愛，你全然投入咁去愛，唔存在啲咩命中注定嘅人。選擇嘅對象嘅目的係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嘅啫，同呢個對象去一齊完成你嘅人生課題，唔主張決定論，亦都唔接受宿命論。佢即係所謂嘅命運呢，亦都係由自己嘅手去打造嘅。我哋呢，先至係命運嘅主人，我哋要做嘅係一心一意同眼前嘅夥伴喺度跳舞，活喺當下。所謂嘅愛係一種信念嘅行為，我們藉住去愛他人，先至能夠擺脫自我嘅中心。唯有透過去愛他人，先至能夠變成內在自立，然後就亦都會因為愛他人，最終我能夠發掘出社會嘅意識。我哋明白，只要我哋活着喺自己嘅範圍作出咗貢獻，咁我哋就會得到幸福感。我哋可以切實感受到包含咗人類在內嘅我哋所有人邂逅同埋一切嘅人際關係上面，一心一意不斷朝住最美好嘅離別去努力。當離別嘅時候，亦都讓自己坦然咁接受同呢個人嘅相遇。一切嘅時光都唔係一場錯誤，認真咁活喺當下。願大家一齊擁有變幸福嘅勇氣，被討厭嘅勇氣。呢本書分享到呢度，仲有好多例子喺書入邊值得睇嘅。確實聽分享真係唔及自己去睇一本書咁正。好，希望你哋都會去睇呢本書。多謝。